嚴敏呢個名應該好少人聽過啩？呢個姓氏應該更少人聽過。嚴敏個嚴字就同染顏色個染字同音嘅。其實呢個姓氏呢，就係好古老嘅，孔子有3個好出名嘅弟子呢，就係呢個姓氏。佢哋呢，被稱為一門三染或者三染。咁嚴敏佢係邊個年代個人呢？嚴敏就係嚴毅嘅開國皇帝。雖然呢個政權呢，只係維持咗2年時間，仲係冇咩概念啊。好，咁我先整理一下。三國之後，晉朝就統一中國，但係好景不常，建國唔夠40年呢，又分裂咗啦。304年，劉淵喺北方建國，國號漢，史稱呢漢趙或者前趙。點解呢個國號名字上面有個趙字呢？因為喺318年。劉耀殺謹進之後呢，就將國號改為趙啦。喺317年嘅時候，漢趙已經將晉國趕走到去南方，所以歷史稱晉國由266至316年為西晉，由317至420年為東晉。319年漢趙或者前趙滅亡，由一個叫石勒 take over 咗，佢嘅政權又係叫趙，所以歷史為咗區分佢哋，就稱石勒個趙國為後趙啦。好，終於輪到我哋嘅主角出場啦。後趙第2個皇帝石虎死後，趁諸子爭位嘅時機，嚴敏就喺350年寡奪咗後趙石氏嘅政權。其實喺嗰個時候，後趙仲未滅亡嘅。後趙呢係到351年先玩完嘅。但係嗰個時候嚴敏唔係好得民心，所以後趙呢再分裂多咗一個勢力出嚟，就係西邊嘅前秦，喺東北邊嘅仲有之後嘅前燕政權。但係喺嗰個時候呢，前燕名義上係 under 東晉嘅。嚴敏喺佢當政嘅短短時間內做咗一件好出位嘅事，就係史稱嘅殺胡令。就係因為呢件事，佢而家翻紅變咗民族英雄。點解呢？要知道點解，需要了解一下殺胡令嘅前因後果啦。當石虎死後，嚴敏就擁立石津為帝。過咗冇幾耐就殺咗石津，然後呢就擁立咗石鑑。嗰個時候佢官拜大將軍、錄尚書事，封爵武德王，達到咗佢人生喺後趙最高峰嘅時刻。佢本身係漢人，所以係好驚胡人造反。冇耐後，嚴敏就宣布鹿兒胡人有敢持兵器者，一律斬首，嚇到喺後趙嘅胡人紛紛逃亡。嚴敏見到好似唔對路，個個人心惶惶，之後就改口話叛亂已平息啦，善良嘅市民可以安心留低，城門呢就唔會再被封閉嘅。點知城門開返後，就怕契弟走得摩，走嘅人就更多啦，仲將城門塞爆咗。嚴敏就好鬼嬲啦，就覺得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跟住就頒令啦，就係好出名嘅史稱殺胡令啦。命令嘅意思係話，國內外嘅人民如果殺到一個胡人呢，文官晉位3等，武官呢就可以升為衙門。喺最高峰嘅時候，一日可以殺幾萬人。嗰個時候，嗰啲官員為咗立功，都會殺錯唔少人。如果唔好彩，鼻哥生得高啲或者鬍鬚濃密啲，都會被以為係胡人被誤殺嘅，真係好陰功啊！結果當然係人心大亂啦。當嚴敏做咗皇帝之後，就四面楚歌。嚴敏打仗係好叻嘅，但係雙拳難敵四手呢，真係打唔過姜人嘅姚襄、前燕嘅銳管及後趙嘅石軍嘅聯軍，所以佢就派使者去東晉求救啦。但係東晉因為新仇舊恨，所以就唔鬼睬佢。舊恨係因為當嚴敏喺後趙做將軍嘅時候，參加過好多次打東晉嘅戰爭。新仇呢就係嚴敏稱帝，喂，大家都係漢人，你又稱帝，咁邊個先係漢族嘅 boss 啊？東晉條氣梗係唔順啦。後來嚴敏真係寡不敵眾，所以呢就兵敗被擒，嚴毅政權就咁樣俾前燕嘅慕容俊消滅咗咯。我哋嘅主角嚴敏真係一條硬漢，好有吉事。請各位聽聽當時佢同慕容俊嘅對話。慕容俊話：汝奴僕下才，可指妄稱天子？嚴敏就回答：
天下大亂，二曹二敵，人面獸心，上若寡逆，我一世英雄，為何不作帝王邪？慕容俊聽後就大發脾氣，鞭打咗嚴敏300下，唔夠1個月咧就將佢斬首。但係喺佢死後就發生咗好多怪事，喺佢死嘅地方7里之內，草木枯萎，蝗災、旱災接踵而來。由佢被殺嘅5月份一直落大雨至12月，慕容俊就好驚啦，同埋想籠絡漢族人心，所以咧就賜咗個諡號俾嚴敏，諡曰武調天王，封號嗰日仲落大雪添。咁大家覺得嚴敏係唔係民族英雄呢？我個睇法呢，就覺得佢只係時勢做英雄而已，睇到機會然後把握咯。可惜政治智慧唔夠呢，唔識得籠絡民心，同埋信心唔夠，所以先有殺胡令。其實我都覺得佢幾反骨嘅，因為後趙咧真係對佢幾唔錯嘅。佢爸爸俾後趙嘅石虎收為養子，嚴敏本人呢都俾石虎重用，仲俾咗好多機會俾佢發展添。同埋佢急咗啲稱帝咯，如果學下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話唔定佢可能會成功添。好，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有其他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你想我講呢，就請留言。記得臨走嘅4部曲啊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咯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呢，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